爬山真要紧，运动精神嘛真要紧。大专杯垒球比赛，昨日嘉义比赛，中华艺术大学甲台湾海洋大学比赛，结果呢，双方因为这个抛垒失败的问题煞起冲突。中华艺术科大选手呢，向对方的选手区弹一支球棍过，险险去卡到人。后来呢，裁判出面阻止，事后弹球棍这个队伍的教练嘛出面回失咧，讲啊选手当时情绪伤过激动，才做出这款无理性行为。迄一天比赛结束后，嘛随家还有大家选手回失咧。影片中垒球比赛比到一半，全体这选手拢停落来，向一支捌打球棍准咧飞过来。险被卡到海科大学生想要冲进前理论，互人家炸落来。进来，全部进来！裁判赶紧出面阻止，偏偏引起更加大的冲突。这个代志发生伫嘉义，当时台湾海洋科大对上中华艺术大学的垒球比赛，想要到比赛到一半，双方煞发生冲突。就是教他们很情绪控管，要调整一下。尊重裁判就好。不少学生嘛反对这款无理性的行为，但球棍这个中华医大垒球队指导老师嘛出面说明，情绪一时冲动上来，然后做了一些这种不好的动作。当下我们也有把所有的同学，然后集中跟对方道歉。学校甲学生拢表示，针对这个代志感觉抱歉，卖检讨，会重新加强学生运动加精神的观念。你搁看一摆这个画面，若是这个球棍去卡到人，这个代志恐惊就无遐简单，就会使算。